来关心体育消息，今年巴黎奥运莫辛古队呢去得到1面金牌、2面铜牌，创造莫辛古台湾莫辛古史上上好的纪录。不过进前有听讲，后一届2028年洛杉矶奥运莫辛古项目有可能被取消，即马有转机。台湾莫辛古协会证实讲，咱国已经申请加入 WB 世界莫辛古联盟，这个联盟就是为了要代替这个已经被国际奥会停权的国际。军总，也就是这个莫辛古联盟的 IBA， 只要世界莫辛古联盟会当有50名会员国得到国际奥会认证，那呢后一届奥运就有机会搁看到莫辛古的比赛啊。上准目标前进出群，台湾莫辛古团队战到巴黎奥运，同齐得到1块金牌、2块铜牌好成绩，创下史上上好的纪录。想要搁拼一摆金牌卫冕光荣，就看2028洛杉矶奥运，感觉莫辛古项目。进前国际奥会则讲，若是 IBA 的主导，就保后一届。不过即马有出现转机。美国那边有一个联合，就是重新选一个世界拳击总会，我们也都加入这个会。台湾莫辛古协会决定申请加入世界军盟，也就是 IBA 即卖死对头，替后一届奥会军球拼机会。含国际奥会顶名 IBA 是由俄罗斯主导，成立的80年，因为标钱的问题，伫2019年去国际奥会停权。直到去年，美国、英国筹备世界军球联盟 WB， 即马亚洲国家包括菲律宾、日本、韩国、各台湾等等，已经小数加入 WB， 目标就是要得到国际奥会认证。要超过50个国家才会成立啦。应该他们也都在积极的。若是达到50个会员国 ，WB 就可能伫咧后一届奥运摕到主导权，和莫辛古再现。因为对台湾来讲，阮嘛正够摕奖牌，包括台湾军靴林旭婷，另外亲像黄小文、陈念琴、吴思琪，3人嘛分别伫咧2届奥运得到铜牌。世锦赛这4个女生都在亚锦赛、世锦赛都拿过金牌。为着莫辛古工程传承落去，台湾军协保证会全力加入世界军盟，和后一届洛杉矶搁拼一摆奥运加速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